第二章，你这个论断人诶，无论你是一罪，也无通提示。你伫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伫什么事上定家己诶罪。因为你这个论断人诶，家己所行诶，却甲别人相款。阮知影，安尼行诶人，上帝的确照真理审判伊。你这个人，你论断行这款事诶人，家己所行诶，却甲别人相款。你掠做为逃脱上帝诶审判吗？要是你藐视伊丰富诶温慈、宽容、吞忍，未晓得伊温慈是带你悔改呢？你竟然出在你公义无悔改诶心，为家己积托受气，直到上帝诶受气，显明伊公义审判诶日子来到。伊的确照逐人诶行为报应逐人，凡若恒心行好，祈求荣耀尊贵，甲袂为朽坏诶福气，就用永生报应因。只有激动无顺探真理，反倒顺探不义，就用受气怨恨报应因，将患难困苦加互一切做歹诶人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希利尼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互一切行好诶人。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希利尼人，因为上帝无偏袒人。凡若无律法犯罪，也的确无照律法灭亡；凡若伫律法以下犯罪，也的确照律法受审判。原来伫上帝面前，毋是听律法的做义，就是行律法的做义。无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顶的事，因虽然无律法，家己就是家己的律法。这是出自律法的功用，刻伫因的心内，因是非的心当作见证，并且因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是掠做对，或是掠做毋对，就伫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恩庇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讲。你称做犹太人，搁倚靠律法，搁指上帝夸口。既然对律法中受教示，就知影上帝的旨意，也会分别是非，搁深信家己是甲青棉带来，是黑暗人中的光，是愚戆人的先生，是细汉囡仔的先生。伫律法顶有知识甲真理的模范。你既然是教导别人，搁无教导家己吗？你讲人毋通偷窃，家己搁偷窃吗？你讲人毋通奸淫，家己搁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家己搁偷窃庙中的物吗？你指律法夸口，家己反倒犯律法，凌辱上帝吗？上帝的名伫外邦人中，因为恁受亵渎，亲像圣经顶所记。恁若行律法的，甲你果然伫你无利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甲你就算不得甲你。所以，迄未受割礼，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伊虽然未受割礼，减无算是有割礼吗？而且，迄本来未受割礼，若为遵守律法，
检毋是要审判你这个有疑问甲割礼竟然犯律法的人吗？因为外面做犹太人，毋是真的犹太人；外面肉身的割礼，也毋是真的割礼。只有内面做，才是真的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内，是在的灵，不在的疑问。这款的人的恶恼，毋是对人来的，是对上帝来的。